囝生少变作是国安危机啊！立法院卫权委员会早起排审人工生殖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，条约立委总共提出8个版本。卫福部长史瑞元强调，目前还未提出行政院的版本。不过，这修法方向呢，拍算要甲同性侦判、独身还个代理淫庙等等列入去内面。不过，这是关系到伦理、法律还个儿童权益等等，建议召开公听会，继续来收集大家意见。台湾生育率每年落车，根据内政部统计，今年到第3季为止，新生儿人数不到10万人，出生率恐惊阁创新低。为要让想要生人拢能生囡仔，条约立委针对人工生殖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，总共提出8个版本，希望因放令。比如受孕翁某一名死亡了后，依然应使用胚体各生下一代。孤囝已经往生啊，伊拄好有一个胚胎伫遮，拄做好啊。结果因为伊往生了，然后家庭说我要留，可是因为我们的法令规定说不能保留。但是这个就是要有一个机制啦，去确定说他是没有被胁迫的，所以可以考虑啦哈。卫福部长史瑞元表示，目前人工生殖法还未提出行政院的版本，因为修法内容还在内部讨论当中。针对外界较专注的代理孕母，依然有伦理、法律甲儿童权益这的问题要先解决。代理孕母生出来的小孩，那他可以不可以继承？就是这个代理孕母的他的遗产。我们国内因为不承认有代孕是一个合法的，所以这小孩子出来之后，要怎么样变成这一个当初去委托的这一对夫妻他的这一个小孩。史瑞元强调，这摆修法牵涉单身女性、女同志配偶甲代孕制度等，议题是真复杂而且多样态。卫福部无既定的立场，不过建议开较侪场的公听会，收集医疗、护权、离权等各团体甲专家进行讨论，要用正谨慎的态度去研究修法的内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